都市人嘅脾胃普遍都係偏薄弱，成日無端端肚痛，好多時候都係腸胃嘅平滑肌不受控制，突然抽搐搞鬼。大家可以順時針輕揉按摩腹部1至2分鐘，再用暖水袋熱敷，好快就可以緩解腸胃痙攣。一般半個鐘頭就可以舒服好多㗎喇。不過如果腹痛係持續、好劇烈，或者伴隨發燒、嘔吐，就千祈唔好拖，一定要盡快睇醫生。最緊要從小養成良好嘅飲食習慣，生冷嘢、甜點、零食、汽水同煎炸嘅食物都會直接傷害腸道，引致寒性或者熱性嘅腹痛。脾胃為後天之本，想從根本調養，可以用茯苓、白術、山藥、薏米、蓮子同扁豆呢啲平和嘅食材煲湯，慢慢將脾胃調養返好。